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初7，彼得前书5章7节安尼讲：恁就将一切的挂虑交予上帝，因为伊关心恁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将一切的挂虑交予你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你是满有慈爱甲怜悯的天父。你的智慧无通测度，你的作为奇妙伟大。主啊，愿感谢你时刻保守甲看顾，予阮无论伫关山也是峡谷，阮拢知。你稳定的手，拢无离开阮。主啊，你的信息直到万代，阮要称颂你的名。主啊，伫这个时，我要将阮心中的忧虑、重担、压力，拢全然带到你的面前，求你为阮除去野懒的心，予阮愿意将一切拢放你，求你为阮承担阮所袂通承担的，陪阮无法度所通陪的。主啊，阮要将一切挂虑交托你，因为你关心着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